来继续来看这件，这是美国的军火商雷神公司卖武器予台湾，涉嫌来有关着介绍。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仔日召开秘密会议，嘛邀请到国防部长顾立雄来参加。顾部长讲，这个美国应该就要担起着完全的责任，伊会要求美国政府把所有虚报、假报的钱，拢总还予咱。 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啊，所以相关的如果有任何福报的价格，将所有的款项全部交回给我国。美国的军火商雷神公司互人指控讲，这个武器介绍乌白牙，台湾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军购都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商购的，包括海鲲号也买了这样的武器装备，有没有要去检视所有的武器采购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部长有没有？ 美方已经我想已经就这个雷神所有相关的类案来进行这个稽核调查的程序。外国媒体偏颇社伫今年6月就已经报道过啊，即马更加讲美方展开一连串的刑事调查，最后雷神公司同意付12亿4千万的美金，甲美国政府签署和解协议，甲台湾直接相关的采购案，就是2013年爱国者飞弹，甲2017年的雷达系统，因为报关价指数，台湾损失几亿的美金。 美国政府会全面的 review 所有雷神对美方军售案的相关案子有没有类似的诈术？美方应该会进行。我们有没有要求？我们有提出要求。争议款项包括美国卖咱的长途预警雷达，就是和雷神一日塔介绍3阶段，总共15年维持费有超过377亿。 这个介绍差不多会使佫加买一组全新的雷达，另外伫军方甲雷达的采购的装备中，也有一笔代表182亿的爱沙飞弹的案件，飞弹指挥部升战后奏。 直接甲美方签约，空军司令部甲国防部事先拢唔知影。这个程序上的瑕疵是有的，也就是说，所以确定有这件事。对，这个当时这个也已经被纠正了。被纠正了。对，但是事后补齐了相关的文件之后呢，报立法院，立法院也审查通过。在国会未来也会强烈要求国防部针对这样子的军售相关的案件，能够更加审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买武器卡不到爱几亿的美金，保护国土人民的纳税钱，嘛爱顾好条。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